台湾。一起强。我们在这边立碑的这些英雄们，为什么我们会为他立碑？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大部分在圣山我们找出来的典范，这些人通通都是所谓的先觉知的人，他有办法启蒙到以后的很多人。无人了解彼时阵，咱着家己。无人陪伴彼时阵，疼惜家己。有时咱对家己笑，你真勇敢。有时咱对家己讲，你就重要。讲大伫咱心内，伫风内，伫雨内，伫失败，伫成功，伫目屎，伫笑容，不免证明，予人来看，咱是家己上好朋友。天边漫漫桃子江山，等到日头要升起来，光明显出希望到来，做咱家己心内英雄。伫笑容，不免证明，予人来看，咱是家己上好朋友。为什么我突然会想要讲那个林冠华的纪念碑？大家知道林冠华是谁吗？不知道。好，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哈，他是我们这边纪念碑里面，就是我们这边要追思的台湾英雄里面最年轻的，他是一个高中生，对，反克刚，这位先生很厉害，我没有，等一下上去领奖，你可能跟他年纪差不多哦，你比他更早，哦，更小哦，更老，看不出来哈。那个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林冠华呢？因为你看，可见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林冠华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反黑箱吗？就是有太阳花318太阳花学运。那在隔年就是发生了，就是课纲微调，因为服贸被挡下来了。可是那个马英九那时候是总统，他不愿意放弃，继续做一些中国要他做的认知作战。刚刚这位先生，请问你贵姓？陈先生，大纪元的陈先生。他刚刚有跟我讲到说，他希望能够多做用报纸多做一些事情，来不要让那个中共那边的那个认知作战渗透的那么严重。那我要讲的是说，林冠华他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4年服贸已经挡下来了嘛，太阳花学运影响了很多的人，包括林冠华那时候他只是一个高中生。他发现说那些大学生318的太阳花那些都是大学生在做事，他也认为说他们虽然是高中生，可是他也是开始关注了所谓的这些议题。他就发现说，除了服贸以外，居然有人，我们那时候可能不会觉得说课纲微调有什么，可是你现在想想看哦，10几年后的今天，怎么会没什么？很严重吧？大家都发现说，哦，他们用抖音、用小红书来洗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脑，很严重。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说，林冠华他在那个年代，在10几年前，他就发现了说，政府想要借由课纲微调，他把我们台湾的历史全部都给掩盖，他不要让我们知道。
他所谓的微调，讲是微调，可是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是很严重的事，因为他把中国的历史啊、地理啊，所有的中国的东西都塞入在课纲里面，从我们的小学就开始洗脑。那你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东西？你怎么会认识我们的台湾民族英雄？我们台湾的历史都会不知道，所以他就是开始因为他很有领导能力，他开始去街头讲，就吸引了很多高中国中生都跟随他。那因为太阳花学运在前1年已经发生了，已经启蒙了很多人，所以这些人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说，我们不能让政府用一个黑箱，随便就是不听取民主的意见，就随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他就开始在各个街头演讲，结果效果不错，吸引了很多我们那时候就不认为说高中国中生居然会愿意为了我们大人认为的政治走出来，可是他们想得很单纯，他们不认为这是政治，这是因为他们从小爸爸妈妈给他们在一个我们自由的台湾培养出来的民主意识，已经是他们从生出来就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很习以为常。可是他没想到有一天这个东西可能会没有，他在开始跟大家演讲的时候就接受到打压，结果他们就想说，那些318太阳花学运的人，他们去了立法院，那我们也去教育部好了。结果他们冲到教育部，就被当时的教育部长把他们给抓起来，然后威胁恐吓。你想想看，一个高中生没有社会历练，突然被警察、被师长、学校老师、家长全部都叫他们不可以再出去参加这些活动，那他被打压得很严重。可是他又觉得说这件事情，他有意识到这个事态以后会影响很多人，所以他就坚持，他非常的坚持，就是说这个事情不能断。可是因为很多人都怕了，结果他是用一个比较，当然我们是觉得不能够这样做，可是他是用死谏，他最后在别人看起来叫做自杀，可是在我们看起来，他不是没有意识，他不是说失望就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是有意义的死谏。结果他做的这件事情果然是影响很多人，而且后来这个课纲微调的事情就被大家社会上才知道说不是只有服贸，原来还有这一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社会讨论，终于把这个课纲的事情等它变成中国化的事情给挡下来了。信用建构第2版，对事感恩。